5隊嘅隊伍都開始咗啦，而家望出去領先嘅稍稍後有3線嘅馬灣年青龍啊，同埋5線嘅青山跳網聯合隊。嗱，過咗第一支旗100公尺，望出去領先嘅就係梁氏工程男嬰，梁氏工程男嬰。緊接其後有2線嘅浪之友，2線嘅浪之友，1線嘅梁氏工程男嬰。嗱，仲有最後50公尺啦，進入最後100公尺嘅時候啦。梁氏工程男嬰啊，第2名得得非常之高，有外線嘅青山跳網聯合隊，青山跳網聯合隊，梁氏男嬰，青山跳網聯合隊。5分鐘，青山跳網，非常之勁啊！哇，有4浪支。好啦。